我嘅世界曾經縮細到淨係得返一間房，每日最艱難嘅事情就係說服自己推開嗰扇門。面對人群嘅時候，心跳會失控咁樣加速，呼吸變得又淺又急，好似身邊嘅空氣都俾人抽乾咗咁。我將呢種生理上嘅窒息感全部都歸咎於自己嘅抗壓性不足。而當屋企人帶住困惑同埋責備講出，你都已經好幸福啦，點解仲係咁脆弱呢？我最後一絲嘅懷疑都消失咗，係，一切都係我嘅錯，係我唔夠堅強。我開始熟練咁樣偽裝，喺必須出席嘅場合，我練習微笑，選擇最角落嘅位置，極力避免任何交談，生怕俾人睇穿我嘅唔正常，好驚俾人貼上無能或者精神有問題嘅標籤。直到最終行入心理嘅諮商室，我先清楚咁樣意識到，我所恐懼嘅唔單止係身心嘅痛苦，更係成個社會對心理生病嘅集體偏見同埋污名。我嘅故事只係無數沉默靈魂嘅縮影。我哋社會最大嘅問題之一，淨係將心理困境同埋個人意志薄弱畫上等號。我哋嘅文化鼓勵要堅持，但係就將心靈嘅感冒視為一種軟弱，一種藉口。於是無數個好似我咁嘅人喺痛苦嘅最初選擇咗沉默。我哋嘅第一反應唔係求助，而係深刻嘅自我譴責。點解人哋得，我唔得呢？呢種將問題內化嘅過程所帶嚟嘅內耗，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殺傷力。好幸運嘅係，我遇到咗一位女老師。喺一次我緊張得幾乎要逃離嘅課堂之後，佢冇俾我空泛嘅安慰，而係遞俾我一張寫住3句簡單開場白嘅字條，對我講：下次討論嘅時候，如果你唔知應該講乜嘢，就從呢啲入面揀一句。你唔需要完美，我會喺度幫你。正正係呢句你唔需要完美，我會幫你，以及佢近2年穩定有耐心嘅傾聽，成為咗康復嘅起點。佢令我明白，脆弱唔係罪過，而勇敢求助係對自己生命負責嘅開始。我哋嘅社會需要停止為心理困擾貼上負面嘅標籤。或許我哋都唔係心理專家啦，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成為嗰張溫暖嘅紙條，講出嗰句我會幫你。你嘅一句關心，一次耐心嘅傾聽，或者只係一個小小接納嘅空間，都可能會成為一把鑰匙，為被情緒所困嘅人打開一扇窗。讓我們由身邊嘅人開始帶嚟改變。願每個正在掙扎嘅人都可以遇見一個話俾佢聽，你唔需要完美嘅人。願我哋都可以成為彼此生命嘅嗰道曙光。